即马咱看到这个风台呢，伊的暴风圈已经吸到恒春半岛，强度嘛愈来愈弱，有可能是检测是热带性低气压。也毋过即马呢，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也就是讲各地呢也是有风雨的。气象署也来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。目前看起来，这风台呢有可能明仔载就会离开台湾，也若东部甲北部也是会继续落雨。风台暴风圈已经吸到恒春半岛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风台强度一直在减弱，台湾各地也是会有风雨。拜三有11个县市和花莲部分区域宣布停班停课。气象署除了继续发布海上警报，嘛对南投以南和花莲、台东当中8个县市发布陆上警报。大约到了今天晚间左右，就会比较登陆到恒春半岛的南段这一带，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。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，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。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气象署拜三针对东北部和花莲、台东，还有屏东等几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。气象署讲，风台拍算会伫拜四离开台湾，多数地区天气会转好。不过，风台会甲东南风扎入来，佮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和东半部的雨水也是增高。它逐渐的往北移动，在风向还没有改变的情形之下，这种东南风持续还是会为花东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。而至于在基隆北海岸，清晨到上午左右，还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。气象署嘛提醒，拜三、拜四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风有较透，高雄、屏东和澎湖可能会出现9级到11级的平均阵风。台湾附近各沿海嘛有5公尺悬的大影，提醒民众若是出外，也是去海边啊，就要特别注意。记者桂宗林、林秋凯台北报道。